2026流年生肖運程，咁首先講屬馬啦，屬馬今年犯太歲，犯太歲有筋骨手腳受傷，咁農曆5月、11月先嚟捐血洗牙化解，同埋屬馬咧又特別留意情緒問題，咁12歲而家啲人都用情緒問題噶嘛，咁12、36同48三個情緒問題比較大，適合外遊散心，尤其是農曆5月。咁寒命人適宜去東南方，熱命平命人適宜去西北方，唔好去錯喎，去錯有反效果嘅喎。咁反為24歲犯太歲咧，用係感情變化嚟，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又叫一起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，同埋容易筋骨手腳受傷，所以24歲容易損傷。12、36、48就情緒問題，咁60都要留意身體喎。如果60歲犯太歲，睇下牙靚唔靚。如果嘴唇暗黑、嘴角下垂或者門牙好早甩咗嘅咧，就及早去驗身啦，就特別要留意身體問題。咁72、84嗰啲問題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同埋屬馬咧犯太歲，主要係情緒問題，同運氣冇直接關係㗎。如果你生喺3月6到8月8嘅平命熱命人，當然麻麻地啦，因為呢幾年運氣對你嚟講都冇乜用㗎。咁就加埋今年犯太歲，所以所有嘢咧宜守不宜攻，就宜靜不宜動。咁但係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雖然今年犯太歲，如果主要咧就情緒問題控制得好咧，今年有新機會就可以放膽嘗試。所以屬馬嘅你雖然犯太歲，寒命人睇高一線，平命熱命人宜守不宜攻。咁嗱，屬馬今年吉星有金貴同埋將星，金貴財物有利，將星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打工都比較容易升職。做生意財運係唔錯，當然都係講緊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啦。咁空星有乜嘢啊？空星係劍鋒伏屍，咁每年犯太歲都有劍鋒伏屍呢兩個星跟隨嘅，所以犯太歲年特別如係筋骨手腳受傷，揸車容易撞車。咁尤其是農曆5月、11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，希望應咗個撞車唔使撞啦。咁當然顏色都好緊要喎，因為如果你平命熱命人要白金銀黑灰藍。寒命人要青綠紅橙紫，咁揸啱顏色咧，意外機會又比較細少少，唔啱顏色就更加要小心留神添。跟住屬羊啦，屬羊今年叫太歲雙合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嗰個財運排第4，桃花運就排第5，因為合嘅意思亦都代表感情比較穩定，所以無論事業感情都係比較穩定嘅。咁屬羊吉星有太陽、歲合同埋攀案，太陽咧就係男貴人之助，歲合貴人升得貴人輔助，攀案有利地位提升。空受天空同埋晦氣，天空計劃易成空，我成日講啦，唔使有計劃，見一步行一步就得㗎啦。咁晦氣咧就棘手少少，譬如俾人雞烏自爆棚，傾好嘅咧都容易甩拖，所以要跟緊少少啦。咁當然啦，屬羊嘅都有寒命、熱命、平命之分㗎。咁如果你寒命人，因為加埋今年咧又係雙合年，感情人緣都係唔錯，樣樣嘢咧幹事情咧就可以積極少少進取一下。即使你係春夏天出世平命熱命人，今年運氣麻麻地，都因為太歲雙合嚟講咧，又會下降軌跡降得慢啲，甚至乎有少少啲咁多進展添。跟住到屬猴啦，咁屬猴今年嚟講咧就認真冇乜特別喎，因為屬猴就吉星有驛馬，驛馬就代表有千年外出變化之象，可能去嚟去多啲啊，搬屋啊，周圍走啊。咁其實咧驛馬就冇吉冇凶，冇乜特別嘅。咁空星有粒孤神，如果你係去外地公幹，成日俾公司派外地，一個人孤孤獨獨，就孤神就應咗啦。孤神就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，所以屬猴嘅咧今年比較平穩。吉星有驛馬，千年外出變化之象，走動比較多。空神只有孤神，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。咁運氣方面一樣係啦，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平命熱命人宜守不宜攻，因為要等到2028秋天咧先係你嘅好運嚟㗎。咁如果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要積極進取，因為而家入咗大火運嘅第2年。如果你馬年都唔去行動嚟講，去到羊年咧就驚時間就唔係好計，就慢得滯啦。咁繼續就屬雞啦，咁屬雞今年唔錯喎，因為屬雞今年咧就紅鸞桃花年，咁有桃花代表交際應酬，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嘅。咁單身自然容易有認識異性嘅機會啦。咁因為紅鸞桃花係正桃花，容易認識到能夠發展落去嘅感情，拍開拖有結婚嘅機會，結咗婚都係有 BB 懷孕嘅機會，所以紅鸞桃花無論感情、人緣各樣事情都係睇高一線嘅。咁有紅鸞桃花，即使結咗婚好耐啦，咁人哋對你觀感都有改善，對你觀感有改善，做嘢自然容易少少，所以各樣嘢事情都順利少少。咁除咗紅鸞之外，仲有太陰，太陰係女貴人之助。如果上司拍檔下屬係女人，下屬
屬嘅女人咧都睇高一線。咁空星有咩啊？空星冇喎，淨係得個羊刃，羊刃都唔算空星，羊刃自己控制唔到情緒，容易發脾氣啫。所以屬雞嘅你今年人緣運唔錯，有女貴人資助，只係自己容易發脾氣。但係因為你今年桃花年係你發脾氣，人哋都冇你符啦，係咪？咁因為人緣始終都好㗎。咁呢個桃花同埋呢個羊刃呢，個桃花力量大過羊刃好多㗎。咁即使你係行緊逆運，生喺呢個5月6至8月8呢個運氣呢，就影咗麻麻地，但係嚟到呢個馬年都睇高一線㗎。如果3月6到5月6平穩嘅命呢，有桃花年都係有機會有少少嘅進展。當然最好梗係行緊運嘅寒命人啦。所以如果你生喺8月8到3月6呢，有任何新機會，放膽嘗試去積極進取。咁同埋呢。今年如果你睇廟門口嗰啲咧，都會使你犯太歲嘅喎，咁所以叫做輕微犯太歲，因為今年叫做午酉相破，火金交戰，肺骨喉嚨氣管稍為要留意啫。但係整體嚟講，呢個犯太歲就唔係好嚴重，就唔使專登留意嘅。所以屬雞嘅你咧，財運咧就排第3，嗰個桃花運咧就排第1嘅。咁跟住屬狗啦，屬狗今年叫太歲3合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係穩定嘅。所以屬狗今年無論桃花或者財運都係中上嘅生肖。咁財運排第5，桃花就排第6。咁排到嗱中間唔係話差喎，可能其他人桃花重少少啫。咁你合都係人緣比較好嘅。只不過今年唔係桃花年，如果單身嘅咧能夠認識異性機會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唯有把握桃花年、桃花月啦。咁你唔係桃花年、桃花月係4月同10月，積極把握少少，睇下會唔會桃花月呢？如果單身嘅你都能夠脫離單身呢？如果唔係單身拍開拖結咗婚，今年就冇嘢要留意㗎。咁今年屬狗嘅咧係空星最多嘅生肖。咁講咗吉星先啦，吉星有地解同三台，地解逢凶化吉可以減輕空星嘅力，三台有利地位提升，打工有幫助，做生意就名氣權力地位提升。名氣好咗，生意都自然容易上門啦。咁空星有咩啊？有五鬼飛符、官符、年符、華蓋。五鬼小人星，咁我成日講啦，小人嘅嘢其實唔使理嘅。通常啲能力唔夠你好啊，或者係地位唔夠你高啊，錢財唔夠你豐富啊，啲人就妒忌你就小人啦。小人嘅可以忽略佢，完全唔使理啦，唔好俾佢影響自己心情添。咁仲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官非唔一定係犯官非㗎，可能過馬路俾人捉到啊，亂食煙啊，亂抌垃圾，呢個都叫做官非，俾人罰咗錢就叫官非啦。又或者原來俾人抄咗牌，唔記得俾錢喎，俾人上法庭罰多啲錢，原來都叫犯咗官非。所以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各樣簽文件契約，各樣事情。小小心心同埋揸車千祈唔好飲酒，咁嘅犯正式犯官非機會又唔係話好大啦。咁華蓋又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，所以屬狗嘅你地解三台，逢凶化吉有利地位提升，空星嘅小人是非比較多，同埋有時覺得孤獨唔開朗。咁運氣方面一定係寒命人仲係睇高一線啦，因為寒命人呢。由2022好到2027，有啲係25先開始好，就好到30。但無論22開始好，25開始好啦，去到2026都係短期內最好嘅年。所以你生喺秋冬天嘅寒命人，今年有新機會去放膽嘗試。咁如即使生喺呢個春夏天，今年運氣麻麻地，但因為太歲相合、太歲三合，人緣都好少少，都會將你嘅下降軌跡減慢少少，或者提高一線㗎。咁我哋到屬豬啦，屬豬咁呢叫太歲暗合，暗合容易暗中貴人輔助，就未必有大力嘅。咩叫暗中貴人啊？可能上司唔睇你，上司嘅上司離遠夾你都會好少少啦。有貴人雖然冇力都好過有小人啦。同埋屬豬嘅你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，能化空星之力。咁空星有咩？劫煞、小耗同埋死符。劫煞同小耗因朋友而破財，千祈唔好借錢擔保。如果好老友唔借唔得嘅，你就預佢今年還唔到錢俾你啦，就唔好咁大希望啦。小耗就小破財。平時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可以買咗佢應咗破財都得嘅，買車又好，買飾物又好，都可以啦。咁死符小疾病，咁但係今年你屬豬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犯太歲，冇乜特別嚴重嘅疾病，都係睇翻平時身體好就好，唔好繼續唔好。咁呢個死符影響唔係話好大。咁運氣方面一樣係啦，3月6到5月6出世嘅人咧就比較慢嘅，5月6到8月8就更加宜守不宜攻啦。因為平命熱命人呢幾年最唔利就係熱命，其次係平命。最好咧就11月7到3月6就寒命之中嘅寒，8月8到3月7咧都係平嘅好。所以分兩批就係
3月6到8月8，如果其實可以分4批嘅，分4批我驚你唔明啫。總之3月6到8月8宜守不宜攻，8月8到3月6可以積極進取少少。跟住到屬鼠啦，屬鼠今年沖太歲，沖代表動，代表變化，有千年外出變化之象。咁但係咧，沖太歲就好極端，有人變好，有人變衰嘅。如果你屬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係變好，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尤其是如果你已經知道入咗大運，就可以積極進取。咁變衰咧就3月6到呢個8月8，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可以唔變嘅話，打死都唔好喐，真係冇辦法啦，因為沖太歲。公司炒咗你或者裁員或者係遣散，咁你都冇辦法啦，就揾翻份工，就唔好當事業，當求其打份工。所以3月6到8月8可以唔喐，打死喺原地唔喐，就算目前環境唔好到啦，都頂住，起碼頂到2028秋天咧，先係第一個稍為可以轉嘅時機嚟㗎。相反，8月8到3月6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但係屬鼠今年都係沖太歲喎，沖太歲同犯太歲都係容易筋骨手腳受傷，容易手指背脊受傷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埋11月喺度捐血洗牙化解。咁但係沖太歲咧就冇個悲觀負面情緒，只係小心容易意外損傷啫。今年吉星有月空，月空都能夠逢凶化吉，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天哭、大耗同埋歲破，歲破就犯太歲嘅意思，沖太歲嘅意思啦。天哭就心情不佳易哭，咁大耗咧每次沖太歲咧都有大耗跟住，代表大破財，所以沖太歲特別容易搬屋或者買屋。用一筆錢嘅，所以今年如果正常用錢係就係啱嘅。如果唔係買屋搬屋用一筆錢，咁就可能會破財啦。所以今年可能可以嘅話，盡量用筆錢買啲換得翻錢嘅嘢，就唔使白白破財啦。咁跟住屬牛咧嘅廟門前都會寫你犯太歲嘅喎，因為屬牛咁你叫太歲傷穿或者太歲傷害。咁太歲傷穿、太歲傷害其實好輕微，有時我自己都會唔記得嘅。咁呢啲小嘅是非唔使專登記嘅。咁屬牛嘅你今年吉星有龍德紫微，其實最有力嘅貴人識得有力貴人輔助，咁是非自然唔係話好驚啦，係咪？咁凶星咧雖然有好多暴敗、天厄、六害啊、歲殺、天殺、吞陷，全部都冇代表嘅。所以今年吉星有力而凶星無力。雖然今年太歲傷穿、太歲傷害，但係其實都唔使特別嘢要提防。打工咧容易有老闆、上司資助。做生意咧，龍德紫微容易有客戶中意俾啲生意你做，呢個叫貴人。貴人唔係一個人嚟㗎。咁但係當然亦都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幾時出世啦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今年太歲傷穿、太歲傷害完全唔使你再去積極進取。咁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春夏天出世個運始終都係慢，又加埋今年小人是非比較多，都係少少要言辭謹慎就穩陣少少，唔使惹是非啦。跟住到屬虎啦，屬虎今年都叫做太歲雙合，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係比較穩定嘅。因為屬虎嘅你喺2025就叫太歲雙刑，就是非比較多，皮膚腸胃麻麻地。咁今年春天都要留意皮膚腸胃，因為每年都會延續嘅，所以今年春天稍為要留意。咁入到夏天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啦。咁不過屬虎今年就比較中游嘅生肖，因為一粒吉星都冇。所以今年嚟講咧，就人緣運就麻麻地，又冇外來貴人輔助。不過屬虎咧，財運排第2喎，因為屬虎屬兔，今年都係財運年，所以雖然冇吉星，但係都係唔錯㗎。咁冇吉星，唯有自己靠自己親力親為，積極少少啦。咁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即使冇吉星都啦，憑個人力量咧都能夠有機會提高一線，都進步得比較快㗎。咁如果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因為今年冇吉星，即使財運年都啦，就都係要積極進取，但係咧個心咧就要放慢少少，就得就得，唔得就盡咗力就算啦，就唔好咁心紅啦。總之都係退手就穩陣少少嘅。咁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指背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箭手運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。既然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就唔知邊個啦，係咪？唔知邊個就冇辦法啦，最多自己就樣嘢。就行得正企得正，盡量唔好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講咧都係是非，唔係真係發生嘅事，咁就希望好少少啦。所以屬虎嘅你今年財運排第2，人緣運咧都排第7，因為咧馬年屬虎咧都係太歲3合都係人緣好嘅，所以即使冇吉星相助，今年運氣都係 OK。跟住屬兔咯，咁屬兔咧就唔錯啦。因為屬兔今年係天喜桃花，又加埋財運年喎，財運加桃花年，所以12生肖方面你財運排第1，桃花就排第2喎。因為天喜就僅次於紅鸞嘅啫，紅鸞就排第1，
天喜排第二，不過紅鸞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只不過天喜冇咁重咁解。咁咩叫正桃花啊？容易認識到能夠發展落去嘅感情叫正桃花。咁即使結咗婚到咧，人哋對你觀感今年都容易係提升，咁做嘢自然順利好多啦。所以屬兔嘅咧，財運年再加桃花年，仲要唔止喎，吉星有天德、福星同福德。天德就貴人星，就逢凶化吉嘅星；福星福德就普通貴人星，得貴人輔助。所以今年有天德逢凶化吉。福星福德貴人星，天喜桃花星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比較輕微，有捲舌同埋披麻。捲舌容易口對口、面對面同人嗌交。咁但係因為你今年有桃花年，有貴人輔助，有逢凶化吉，咁咧捲舌嚟講都係少少口舌爭吵。就唔會有乜特別嚴重影響嘅。當然啦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可以唔同人嗌嘅就盡量唔好嗌，忍一忍佢啦。反正今年都係算一個順利嘅年。咁就披麻長輩身體稍為要留意。咁其實年紀大長輩幾時都要有留意㗎啦，唔止淨係今年。咁屬兔嘅你，如果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行到火運第2年，有任何新機會放膽嘗試。如果知道入咗大運，就要積極進取。咁即使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呢幾年喺逆運之中咧，亦都因為今年係財運年同埋呢個桃花人緣運咧，將你提高一線。尤其係收入唔穩定嘅你咧，可能今年好少少啦，都唔會話突飛猛進嘅，好少少都好過停滯不前或者下降緊啦。咁跟住屬龍嚟到呢一個馬年咧，其實就冇乜親戚關係嘅，又唔係衝，又唔係合，又唔係刑，又唔係有咩桃花年，就係一個好普通嘅生肖。所以今年咧個桃花就排第10，桃花排第10又唔使驚嘅，有就有，冇就冇啦。咁冇就最多等下一個桃花年都唔使死嘅。咁即使冇桃花到啦，咁我唯有留意桃花月。咁桃花月咧，農曆4月同10月係你嘅桃花月。如果想盡快脫離單身，就喺4月同10月積極少少。咁但係如果已經結咗婚或者有穩定感情，今年感情又唔係特別好，又唔係特別差，又唔見得嗌交分手，又唔係見到特別容易結婚嘅年，一個比較平穩嘅年。咁今年吉星咧有天解解神同8座。咁天解解神逢凶化吉，能化凶星之力，8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受血印，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。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唔係損傷年，唔會有咩嚴重意外損傷，可能行街撞親少少損傷，切嘢切親少少手指皮，未必有嚴重問題。咁浮頭就浮浮沉沉，冇乜嘢突破。咁因為你個排位咧，財運排第6，桃花排第10，都係屬於普普通通。今年咧就唔好積極進取住啦。咁但係都要分寒命、熱命、平命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即使今年冇乜外來輔助到啦，其實都可以提高一線。咁打工咧，因為有8座，仲有地位提升、升遷嘅機會添。咁3月6到8月8嘅人咧，就即使升咗咧，都冇乜着數喎。咁就係公司係要升你都冇辦法㗎。所以今年有升職機會。3月6到8月8升咗，唔升好過升。8月8到3月6升咗，當然係好少少啦。咁繼續屬蛇啦，屬蛇嘅你今年咧係戊水桃花年，咁有桃花同乜交際應酬人緣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㗎。不過屬蛇嘅你喺2025係犯太歲，如果2025犯太歲結咗婚懷孕或者有 BB 就恭喜你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已經結咗婚好耐，又或者分咗手咧，就要快啲收拾心情，希望今年咧就積極進取啦。因為屬蛇犯太歲容易悲觀負面情緒咧，會到農曆今年4月都容易受小嘅影響嘅，所以今年咧要去到呢個6月7先完全脫離呢個2025嘅影響。不過農曆4月喺2026年4月嘅影響就非常之細嘅。咁只要自己控制到情緒咧，其實過到呢個春天之後，慢慢悲觀負面情緒其實就消散㗎啦。咁講翻今年啦，今年係戊水咸池桃花年。咩叫戊水咸池桃花啊？咁可能已經認識嘅人突然間一齊，突然間走就冇乜特別作用㗎。反為呢個戊水咸池桃花咧，對做嘢就有作用喎。對做嘢嚟講，有戊水咸池桃花，人哋對你觀感咧會提升，做嘢自然順利少少啦。所以2026咧點到個2025犯太歲㗎。咁今年吉星有墨月，有你地位提升，地位提升意思打工容易升職啦，做生意咧人哋對你嗰個觀感都好啲，就對你尊重少少，又或者喺行內呢個名氣地位提升，都對間接對事業有幫助㗎。
咁空星有亡神，亡神就乜失物容易唔見銀包、鎖匙、手提電話、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，同埋病符、小疾病、天官符、普通嘅是非星。咁其實病符又好，天官符又好，最主要留意春季啫。春季特別留意，同埋如果你夏天出世嘅人，因為呢幾年大火年都唔係好利皮膚腸胃都稍為要留意。咁如果你秋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呢幾年皮膚腸胃出現問題機會唔係話好大嘅，所以病符同埋天官符都係針對如果你夏天出世，可能是非都稍有是非，身體要留意。秋冬天出世唔使留意。咁運氣方面一樣啦，一定係8月8之後3月6之前。如果你2025能夠擺脫犯太歲情緒影響，其實2025都係進取㗎啦。咁而2026更加要積極少少啦。咁但係如果嘥3月6至8月8，因為2025犯太歲又加埋行衰運，咁各樣事情可能都唔係話好順利㗎啦。咁冇嘢衰就當好彩，唔順利當正常啦。咁嚟到2026咧，始終桃花年都好少少嘅，但係就唔好寄望太多啦。但係起碼情緒好啲。人緣桃花好啲啊，咁叫做間接都有幫助啦。拜拜。